喺順德由朝食到晚，呢份飽到要扶牆嘅攻略請收好，安排得明明白白。第一間嚟飲早茶，全部手工現做懷舊點心，必點瀨尿蝦蝦餃、豬潤燒賣，樣樣都平靚正。酥皮雙皮奶食落一般，焦糖咖啡蛋撻味道特別，食到停唔到口。飲完早茶嚟到金榜街，平時都人山人海，先嚟試下浪漫魚香，現點現燒香噴噴，再搽上醬汁，加埋芝麻同海苔碎，好正。金榜高種，手工現包，料多實在，每樣包2隻。糯米軟糯有嚼勁，食完仲要打包走。認準鳳城魚皮，新鮮嘅鯪魚皮處理得好乾淨，加入醬汁同配料撈勻，本地人都會食呢間。食嗰陣魚皮同配菜夾埋一齊食，食落爽脆彈牙，酸辣開胃。跟住 Jason 打卡呢間雙皮奶，上面嘅甜牛乳居然係低糖，蒸牛奶卷，奶香味十足。第5間火山泡芙，即啲忌廉，再撒啲糖霜，真係好似一個小火山。外面好酥脆，裏面好似雪糕嘅口感。離開金榜街揾咗間湯圓，主打手工現搓芝麻餡，麻蓉餡湯圓，用料好實在，老順德風味。嗌咗2碗湯圓雙皮奶加豬腳薑，仲有呢個外皮酥脆、奶香味十足嘅炸奶湯圓，軟糯帶啲嚼勁，人均15左右，性價比極高。最後嚟食呢間老牌街坊粥飯店，各種各樣新鮮嘅配料任你揀，而且價錢好親民，粥底綿滑細膩，米香味十足。薑絲係生滾粥嘅靈魂，呢個粥基本上每台都會嗌，價錢同份量完全成正比，一定要蘸埋靈魂薑蔥。嗌咗幾個推薦菜，煎陳川粉，鑊氣十足，鹹香入味；煎焗魚頭，滑嫩冇腥味，外皮微焦，配埋粥一齊食。宵夜可以揀呢間。